哎呦，誒咩料？哎呀，稍等我捉到乜嘢啊要黑白照我唱唔到喎。黑白照我唔得㗎。咦！突然之間少咗咁多人嘅，好驚驚青喎！人氣發生咩事？唔緊要，我哋繼續點讚啦！點夠2萬個讚咧，我又會送隻歌俾大家聽㗎啦。驚啊！人氣有下滑啦。唔緊要啦，吹多陣水個人氣又會翻嚟㗎啦。我相信係咪啊？定係而家就要唱歌？唔得，要2萬讚我先唱。頭先唱咗山姐啦，2萬個讚，我再諗諗唱啲咩先。我哋而家大家先將個人氣堆翻上去好嘛？突然間覺得好似電影女明星，你話我都想我自己係，但我唔係。我都想我自己係，但我唔係。我真的不是。好唔好啊？我哋大家而家點讚啦！總之唔影隻雀啦，隻雀喺度，跟住啲人走晒，定個 AI 判斷我。因為啱啱我頭先去洗手間，咁我去洗手間嘅期間呢，就影住隻雀鸚鵡，變咗鸚鵡之後，直播間啲人就走晒啦。唔緊要啦，我哋傾多陣偈，個人氣就會翻嚟㗎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林妍 Yanny， 歡迎大家喺工作日嘅晏晝嚟到我嘅直播間啊！主播無美顏無淚嘅無聲卡，歡迎大家左上角點下關注，點下小黃心，上下燈牌支持下主播。咁我哋而家呢，只要大家一齊點讚，點夠2萬個讚呢，我就會送隻歌俾大家聽㗎啦。我相信我人氣都會好快就翻嚟㗎啦。睇嚟大家真係好唔想睇隻雀㗎。主播真係1.75米啊！梗係1.75米啦，都講大話，咁誠實一個人，我連美顏都唔開嘅喎。主播真係1.75米啊！可惜啲乜嘢啊？腳長有罪咩？腳長有罪咩？係喎，可以同大家講講我嘅行程啊！聽日我會去中山三鄉，我會拍攝，直唔直播就未知嘅，可能會播。未知道，係我朋友嘅鋪頭。1.75米嘅女生，165、167最佳身高。我唔覺得165同167係最佳身高咯。有咁長對腳，着衫都會靚啲啦。你唔中意高妹嘅話，你可以唔使喺我直播間留住㗎。多謝晒。太高啦，咁你咪唔好留喺度咯。冇人逼你留喺度啊。我嘅身高唔需要你嚟評價。Thank you。同埋，我覺得男仔如果有自信嘅話，佢根本就唔會介意呢個女仔嘅身高高過佢。而一個高嘅女仔選擇另一半，亦都唔係睇身高嘅。太高啊點啊？係咪你唔夠高？你就咁樣話人哋？定係你自卑？身高高，我話離開直播間。係啊，你話我身高高太高啦嘛，咁你咪唔好睇咯。你覺得我太高，冇人逼你睇喎。係咯，自信又優秀，太高啦，1.75米大部分。咁咪你覺得我太高，你咪唔好再睇咯。係咪我高過你啊？係啊，李亞男比我仲高喎，你哋諗下，亞男真係有1.77米左右，佢真係比我更高。左男高1.65米度。你說身高太高了，又沒有不能看。你覺得太高可以不用看啊？我不喜歡你抨擊我的身高，你懂嗎？水貨啊，大麥頭哥，曉得嗎？你知道我在說什麼嗎？我不喜歡別人這麼抨擊我。高不是罪。梁詠琪1.77米、1.78米，係啊，都好高。我不喜歡別人這麼說我。講得啱啊 ！KTV 把妹喎，我呢度唔係相睇直播間嚟嘅，係咯，高唔高關佢咩事啫？係咯，高啊點喎？梁詠琪夠高咯，周麗淇都高啊！周麗淇家姐周文琪都係高㗎，冚唪唥都係高㗎啦，Yumiko 夠高啦，鄭希怡都高㗎，係咪先？
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林妍 Yanny，歡迎大家喺工作日嘅晏晝嚟到我嘅直播間。主播無美顏無理嘅無聲卡，歡迎大家左上角點下關注，點下小黃心，上個燈牌支持下主播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林妍 Yanny，歡迎大家在工作日的下午來到我的直播間。主播無美顏無濾鏡無聲卡，歡迎大家左上角點點關注。